看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情况哦，拢有真侪风声。政府嘛，积极防止境外势力来影响到明年的选举。咱国内哦，常常拢有里长受到邀请去中国参观访问。其实这嘛是中国上接使用的统战的手法之一咯。也毋过，经济署长黄明昭是讲，境外的贿选是真歹查。内政部长林佑昌嘛认为讲，里长的理费甲实际支出的经验，若出有侦查哦，就当立案来侦办。特别总统大选，中国间接选举手法正多，引起关注。陆委会15指出，中国透过文攻武吓，包含恶意批评特定候选人，再总是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，加引导选举结果是好战选择，各运用经济施压手段，操作台湾农渔产品销去中国，伸手后棒，制造区隔对待。如果阿公阿嬷受到招待，上了游览车，有人跟他们说要支持某某候选人，那过程当中呢，这个可能住了4星级的饭店，然后这个旅途呢，他可能只花了1000块钱。那有没有构成贿选罪啊？这个是属于检察官、司法机关啊，他们全责。难道这个调查局分析境外势力干部选举，区分境外资金计算、网络选举搅盘、散布假信息干扰。内政部为7月统计到即马，警方查到贿选52件，选举搅盘90件，选举假信息9件。不过最近有真侪里长受邀请到中国参访，外界认为是中国统战团手法，是不是造成贿选立委质问？为何检警一件拢查袂出来？经济署长黄明昭承认，境外贿选真歹查，内政部长林佑昌指示会立案侦办。选举期间都抓了蛮多的一个理由贿选哈，但是确实哦，针对这个境外，尤其到境外哈，做这种这个贿选的一个行为的话，确实比较难查一点啊。这个要从各个面向来突破。这个现在机票那么贵啊，你怎么可能出国只有缴这个1万多块？好，所以我想，如果类似的这些案件，我想我们会来积极来处理。针对有受刑人争取投票权，中选会主委李正勇表示，个别投票人有特殊原因无法度顺利行使，要伫法制面克服解决，是不是伫家家设投票所？李正勇指出，家家区分监界何区、监所范围之内，如何来设是一大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